为了要解决欠护理师的问题呢，这台北荣总有办一个记者会，发表全台湾头一个 AI 智慧护理资讯系统。3秒呢，就会当整合8点钟的护理交班重点，希望会当减轻护理师的行政负担，解决掉欠工的问题。大概3秒的时间左右，我们就出现一个护理的交班记录。台北荣总引进全台湾头一个 AI 智慧护理资讯系统，3秒内就当整合8点钟的护理接班重点，搁一码一码智慧系统，互大家检体拢有专属的数位标签，减少重大气的风险。这个措施就是希望透过科技减轻护理师的行政负担。伊伫遐做了啥物？伊检查结果安那？其实安尼一来一往的时间。足复杂的，而且嘛足了咱的时间呢，嘿，即摆有安尼的系统了后，其实吼，咱时间已经节省了真侪。虽然透过科技会当减轻行政负担，不过上根本的也是爱解决欠缺护理人力的问题。为着要提高病人照护品质，改善护理师的工作环境，甲人留好调，维护部长正式要修正医疗机构设置标准，列入3班护白比，承诺伫年尾进前会依个受罚的细节，伫2029年正式实施。不过若要讲，规个台湾要实施吼，可能就是爱去考虑看，卫福部可能爱有一寡配套措施，比如讲要安怎补助这个病医，还是讲要安怎互阮会当搁较好的准备安尼。台北荣总回应，因支持3班护白比的政策，目前荣总拢有按法规照品照行。若要伫全台湾推动，台北荣总讲，要完整的配套措施，嘛要补助病医，协助病医准备好势，有稳定的护理人员，才有稳定的医疗品质。记者郭金勇、王志光，台北报道。